你看，我抽到什么？是花庄广场演唱会的门票。花庄广场毋是伫通化区呢，遐尼矮的所在，要安怎入去咧？我有炸缩小树灵糖，等一个人食一粒，做伙来去。我今日去胃肠怪怪，可能袂使食肠啊。大哥，妈呀，你无信心啦？会有无共的体验无？邓科比，你跟我做伙来去好？看起来足厉害呢，未食歹腹肚吼。还阁上到大惊小怪啊！我捌食过几啊摆呢，无问题啦。喂，我兵派出所呢，我有一个大案件要甲你通风报信，2点钟后去会场的后壁巷仔相见。这个人真无礼貌呢，会场的后壁巷遐尼矮，我根本都钻袂入去啊。会场广场竟然有这么多人！小等下，地当看到三珍啊喽！三珍是啥人啊？你唔知哦，三珍是一个足天才的网络歌手，伊上出名的大曲是大家做伙卖做工，创下靠一日减掉率破亿的成就。不过伊本人真顾欠，无爱互人知影。网络找过伊正面的相片，今仔日竟然有现场的表演，可会使看到伊本人的真面目？我要昏倒啊！我都唔知影，你太无讲你是伊心中的美将。比啊！你是啥？想袂到你有法度入来呢。做一个动物警察，竟然阁有法度求到这细条，有影有字无切啊！我安尼电话敢是你开？你讲有大案件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听了莫惊着哦。等下要上台表演的三只那个大案是假报的。那你讲的话呀，就是占人三只的爱讲。欺骗民众的感情，对方方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侮辱。你敢有证据？你看起来跟鸦片这款同款呢，歌声嘛同款呢。哪可能歌声拢同款？你看，卖走，有人点击你是假三珍啊，紧出去酒吧。我只是因为臭伤贴，然后小小娘娘，大家别误会啦。恁看，我拢有招牌的黄的唇，哪有可能是假冒的啦？对啊，而且我讲这你最小气的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但可比咱错怪红棍啊！看来要甲恁教示一下，恁是毋知影悔改。因的刺是假的。我现在就要和主人在舞台，是的，有你我了不。我爱永远这个世界，不通有流咱做伙向前，就爱男女有我伫你的身边，下开双手投向你人，惊日无危险。我爱永远这个世界，不通有流咱做伙向前，就爱男女有我伫你的身边，下开双手歌。像食花、葡萄花啊、罗阿雅、同类的细只糖，拢会模仿着芳类的境界色，就是黄色、黑色一撮一撮的条纹，较白和天色合去。虽然因无像正宗的芳，尾啊有毒尖，但是别的动物只要看到黄黑色的条纹，就唔敢挖进啦。因这招叫做白色拟态，对因的生存有大大的好处哦。调查完成，被拍。